收你嗰張卡，反而佢收現金喎，Starbucks 啊嚇，因為 Starbucks 咧佢係獨立營運嘅，佢就唔係即係咧係屬於永興坊管理啊咁樣嘅嚇。咁大家就可以咧就係攞嗰個一卡通咯。咁如果你增值啊，即係100蚊、200蚊，你用唔晒，最後咧就上車嗰之前咧，你就去翻你買卡嗰個地方咧，就係退翻嗰個錢就可以噶啦啊！咁當然咧，除咗永興坊，佢周圍咧都有啲鋪頭嘅，你都可以行啊咁樣嚇，即係睇翻其他嗰啲咧，就係嗰啲公仔啊之類嘅，你都可以行一行嘅。我哋去到嗰邊咧會約翻個時間，你喺附近行一行，約翻個時間咧喺戲院嗰度咧係集合，因為我哋去到嗰邊大概都係9點半左右9點半左右，咁咧嗰個表演咧係10點20分開場嘅，我哋提早5分鐘入場就可以㗎啦佢就嗰2場表演都冇劃位嘅咁你去到嘅話咧就係中意坐邊就坐邊啦咁樣咁咧就唱戲嘅話咧，你咧可以坐前啲都冇乜所謂，咁咧就嗰個皮影戲嘅話咧你中意坐前啲嘅話咧，可能你嗰個耳仔嘅話咧，即係承受嗰個分配又比較大，因為佢音量比較大少少嗰個音樂比較大你哋睇下啦，你想睇清楚啲嘅，咁你坐第一排咯但係嗰個音量比較大啲你如果係坐後啲嘅話咧，可能個公仔睇得冇咁清楚但係個音量就細翻啲啦咁咧就睇呢個表演2場，每一場都係20分鐘左右，即係睇完嘅話咧11點咯11點跟住我哋由永興坊離開啦，去到餐廳就大概係15分鐘左右嘅車程就食一個比較早少少嘅晏晝飯啦。咁食完晏晝飯嘅話咧，由餐廳去機場嘅話咧，就大概係差唔多1個鐘嘅我哋係晏晝咧3點50分即係你計4點鐘嘅呢個飛機啦咁樣。係，咁你計4點鐘嘅飛機啦，咁而家咧就可以提早3個鐘辦嗰個登機牌我哋就預計1點鬆啲咁樣去到機場辦登機牌到時嘅話咧就大家就搭呢個飛機翻香港嘅咁我哋西安嘅話咧，今次係呢個屬於賞花嘅呢一個團啦咁樣，佢係睇季節嘅，即係唔係話次次咧你都會有咁樣嘅團㗎。漢中嘅話咧就呢個時間咧會有團去咯平時嘅話咧就冇乜團咧，專登香港團咧就去漢中平時嘅話咧係嗰個咧係華山加西安5天團嘅行得多華山都好出名嘅嗰個團都唔錯，嗰個團嘅話咧佢就喺華山住1晚，喺我哋今晚即係咧我哋之前呢一間喜來登咧就住3晚嘅連續住3晚，咁都幾好嘅嗰個團咁咧就會時間就會比較多啲啦。咁咧喺西安市區嘅話咧，即係我哋去漢中2日嘛，呢2日嘅時間咧就喺西安嘅話咧就會係睇多啲咧係西安嘅景點即係好似咧，我哋右手邊呢一個咧叫做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咁咧都會入去參觀嘅。咁呢個大明宮咧係當時咧唐朝嘅一個好重要嘅政治中心咁我哋都去入去睇一睇嘅。咁同埋咧我哋有啲團友咧，即係對西安嘅話咧都係好了解係咪知道西安有個古城牆咁我哋嗰個5天團嘅話咧就會行上邊去參觀嘅上埋個古城牆行上去參觀，從其中一個門咧就行上去參觀即係咧，若果你係天氣好，秋天啦，或者係再早少少即係咧而家咁嘅天氣有少少熱朝頭早其實上去你可以喺上邊咧行下，又可以踩下單車或者係搭下嗰個電瓶車嗱，右手邊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好大嘅。當時嘅話咧，喺唐朝咧，當時咧呢個皇宮咧係有北京故宮嘅面積咧8倍咁大嘅你可以想像大家去過北京故宮都知道啦，係咪？由天安門一路行到最後後花園出翻嚟北門神武門出嘅話咧，咁可能會成個鐘呢個咧就係我哋即係咧有8個北京故宮咁大嘅咁到時咧大家都可以感受下。不過咧非常之可惜我哋西安咧類似呢啲咁樣嘅宮殿嘅話咧，基本上地面嘅建築係全部毀壞晒㗎啦
咁啊，因為咧唐朝啊係響西安咧定都嘅最後一個朝代唐朝。咁咧就唐朝距離而家幾多年啊？1000幾年啊！唐朝咧係公元嘅907年就滅亡嘅公元嘅907年，今年咧已經係2026啦所以成1000幾年啦咁咧佢嗰啲宮殿冇人住，冇人維修，自然咧就崩晒㗎啦自然就崩晒啦。所以咧西安佢地面嘅建築咧就剩低落嚟嘅唔係特別多我哋其中就睇到嗰個好似嗰個鐘鼓樓咁樣，佢係磚砌嗰啲啦，先至唔會爛個古城牆係磚砌嘅呢啲咁樣嘅建築先唔會爛。呢啲皇宮嘅話其實木頭做嘅。大家你而家去北京故宮咧，覺得維修得咁好，其實每一年咧佢政府都投入咗好大嗰個人力物力喺度維修嘅。內地咧有一個好出名嘅紀錄片，而家因為資訊好發達，你可以 search 下，叫做《我在故宮修文物》嗰個紀錄片拍得幾唔錯嘅，即係咧佢維修文物嘅話就幾 team 人，佢係介紹嘅。咁咧就有一 team人咧就專門咧係做即係維修嗰啲家私嘅。咁大家知啦，舊陣時咧講好似太后啲皇帝佢用啲家私咧裝修好靚啊嘛，佢好似用啲貝殼各方面咁樣係佢維修，用翻古法咧係維修。有啲係專門維修嗰啲建築嘅，即係哇！你睇呢一個梁咧，呢個木咧，俾白蟻住因為都有蟻住咁你點樣換翻嗰個建築你可以睇下叫做《我在故宮修文物》，幾做嘅。有啲咧係專門咧係維修嗰個書畫嘅，維修嗰個書畫嘅咁樣嘅，所以佢每年咧都不斷咁樣有人維修佢維修嘅成本係非常之高嘅，木頭做嗰啲建築嘅，所以咧就點解而家全部係嗰啲石屎鋼筋水泥，佢肯定係成本低，同埋咧維修後期維修相對嚟講係比較容易啲嘅所以佢呢個木頭嗰個建築嘅話，而家咧慢慢就好少有人用噶啦咁樣嘅咁咧就我哋一陣間咧見到個古城牆都係個古城牆磚砌嘅，所以就唔會話即係咧咁快就崩爛咁樣所以嘅話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嘅。嗰個城牆咧就係明朝嘅城牆明朝係明朝嘅第一個皇帝咧就朱元璋落令起嘅都好壯觀嗰個城牆揼跨一個圈我哋咧一陣間都可以睇到一個圈咧有14公里啲桃花開咗啦，右手邊今次咧就係都睇到桃花，睇到海棠花。呢個右手邊呢個咧係西安火車站，火車站嗰個候車大樓，唔係高鐵站我哋高鐵站咧嗰日咧係北站，西安北高鐵嘅。呢個咧係嗰啲即係綠皮火車即係有張床俾你瞓嗰種三格係啦，臥鋪三格碌架床，軟臥咧就2格碌架床啦。右手邊你見到個火車軌啦，係咪火車軌呢個鐵路咧係通去到河南最早響清朝已經有㗎啦。當時咧就係清末嗰陣時咧有個大臣叫做李鴻章咁佢就叫做洋務運動當時修嘅古城牆見唔見到護城河啱好呢個立交橋，見唔見到個護城河咁古城牆有咁長護城河咧就一個圈就圍繞住佢嘅若果係平時咧就係1年4季都行嗰個西安5天團華山加西安5天團，即係冇專登去漢中賞油菜花嗰個行程嘅話咧，就會行上邊去參觀㗎啦。揼跨一個圈咧有將近14公里13.7公里咁長，係全中國咧保存最大最完整嘅城牆就呢一個明朝，距離而家有600年嘅歷史㗎啦。咁我哋一陣間行嘅呢個永興坊嘅話咧，就喺呢個城牆嘅牆腳下邊睇得到嘅。咁永興坊當時喺唐朝嘅話咧，都係一位好出名嘅大臣咧，佢曾經住過嘅地方嗰個大臣咧就叫做魏徵魏徵咧就係李世民嘅左右臂膀啦，可以咁樣講下。非常之器重嘅李世民對佢所以就魏徵佢死咗之後咧，李世民對佢評價咧非常之高嘅。佢講咗句説話咧就係點講咧
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即係舊陣時佢照嗰個鏡咧係銅做嘅，青銅做嘅鏡，佢就打磨得好光滑。以銅為鑑，即係咧係一個鏡咁樣嘅意思，就可以正衣冠啊。以史為鑑咧就係知興替，即係以歷史作為一個參照嘅話，就知道朝代嘅更替。最後咧就以人為鑑，就可以知得失。呢個人咧就係指魏徵，即係以魏徵呢個人嘅行為、言行舉止作為一個標準嘅話咧，就知道自己邊度做得啱，邊度做得唔啱啦。所以咧就係、太宗皇帝對於魏徵咧係評價非常之高嘅。佢住嘅呢個地方咧就係永興坊啊，咁咧就以前係宰相府啊。而家咧就成咗個食街啊！即係幾千年之後嘅話咧，即係1000幾年之後咧，都唔知道咧，即係變化咁大嘅啊！所以我哋一陣間就睇一睇啊！咁一陣間我哋去到永興坊之後咧，大家唔使心急啊！大家帶埋個耳機，同大家講清楚集合嘅時間、洗手間咩位置啊！咁會帶大家去埋嗰個建築嘅即係嗰個睇戲嗰個樓關中樓嘅嚇。OK， 咁大家準備下，好快咧，露天嘅呢個景區露天嘅，嗰條街露天嘅。